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次嘅短片。今次會快速介紹 Windows 作業系統嘅基本界面，進行簡單嘅基本設定或者操作。呢個就係 Windows 作業系統嘅桌面。桌面係使用者同系統互動嘅主要區域，佢就好似一個虛擬工作空間。桌面上通常會有各種已經安裝好嘅應用程式或者文件。我哋依家試下創立一個新資料夾。首先，我哋喺桌面空白位置按右鍵，出現菜單後，將鼠標移到新增，然後再喺新菜單點擊資料夾。點擊資料夾後，桌面會多咗一個文件夾檔案。幫檔案改名後，按 Enter 鍵。如果我哋覺得電腦顯示畫面太細，我哋都可以調校比例。調校比例嘅方法，首先係桌面空白位置按右鍵，然後點擊清單中嘅顯示設定。進入顯示設定頁面之後，向下滾動，揾到比例嘅標籤，然後點擊比例標籤右方嘅選擇方塊，然後選擇150%或者175%。點擊後就會變更比例。我哋依家試下更換桌面背景圖案。首先係桌面空白位置，按右鍵點擊清單中嘅個人化，然後喺個人化頁面中點擊背景，最後喺最近嘅影像選取想要嘅影像，便可完成。可以返回桌面觀看。最後，如果覺得電腦太大聲或者太細聲，我哋可以點擊右下角嘅揚聲器圖標，點擊圖標後會出現音量滑桿，我哋可以透過拖動滑桿增減音量，數字越少聲音越細，數字越大聲音越大，